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0年3月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通缩。在过去几年通缩这个词好像不太让说，什么原因大家也知道那么今天我们再聊一聊这个通缩，是因为通缩已经成了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不能再视而不见，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个自媒体文章，它标题叫多年求而不得的目标。什么目标呢？ CPI 保3失守的12年经济困局。正好第一财经今天也看到一篇文章，叫2月 CPI PPI 数据出炉。实际上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的 CPI PPI。这个我们一直都知道就是 CPI 保持在 3% 左右是温和通胀，也对咱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 3% 的通胀我们叫求而不得，而且求而不得多少年呢？十几年求而不得。我们盼着 CPI 能达到 3%， 可惜一直没能如愿以偿。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通缩。2020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当代表委员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一个刺眼的数字再度浮出水面。2025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CPI 定格在 0%， 连续第3年远低于 3% 左右的预期目标。这不是简单的统计偏差，而是宏观政策与微观感受之间日益撕裂的鸿沟。翻开过去12年的国家账本，从2013年到2025年，除了少数年份勉强达标外，绝大多数时间 CPI 涨幅都在目标线以下躺平。2023年只有 0.2%， 2024年 0.2%， 2025年是0%。这条趋近于0的直线正在无声诉说一个关于钱去哪儿了的沉重故事。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 CPI 环比上涨 1%， 同比上涨 1.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8%，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下降 0.9%， 降幅连续收窄。说实话这些数字显示出一定的回暖迹象，但整体上仍然凸显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困境，通缩风险挥之不去，国内需求疲软，结构性失衡加剧，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多重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报告中警告，中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提振内需，否则通缩可能演变为长期的停滞。而世界银行则指出房地产危机持续发酵，房价下跌导致居民财富缩水，消费信心指数徘徊在低位。彭博社分析称，这种弱通胀状态可能延续，源于疫情后遗症、人口老龄化和高债务水平，这些因素共同拖累了内需的恢复。大家都知道通缩并非单纯的价格下跌，它是经济失温的警报。在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核心指标。适度通胀，什么叫适度通胀？就是 CPI 在 2% 到 3% 之间，被这个经济学上认为是健康经济的润滑油。它鼓励企业投资、居民消费，避免陷入债务通缩的死亡螺旋。凯恩斯主义告诉我们，当总需求不足时，政府应当通过货币宽松和财政扩张刺激经济，用投资需求替代消费需求，最终实现总供求平衡。这正是过去十几年中国宏观政策基本逻辑，但在现实生活中， CPI 承载的意义远比教科书复杂。对于城市中产阶级， CPI 关乎存款利息是否跑得赢物价；对于农村留守老人， CPI 决定那点养老金能买几斤米面；对于企业家， CPI 反映出产品能卖出什么价钱；对于打工人， CPI 影响下一年的工资谈判底气。最重要的是， CPI 是宏观政策成效的终极检验标准。无论 M2 发了多少，基建投了多大，如果最终没能转化为物价温和上涨，就说明政策传导机制出了问题，钱压根儿没流进老百姓的钱包，或者流进去了也不敢花。但 CPI 连续3年趋近于0，这已不是物价稳定的成绩，而是经济失温的警报。中国经济之所以在疫情后第3年也无法走出通缩陷阱，外部环境恶化是因素之一，然而根本的是
经济决策和政策出现了偏差。用官方经济学者的话讲啊，10年前出台的供给侧政策转向是一个决策失误。当时啊，过于乐观看待中国的需求，将经济政策的发力点从需求侧转向了供给侧，调整经济结构。但这套名为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思路，实际上导致了经济体制重回以产业政策过度干预投资和资源配置的老路，让政府在市场准入、投融资方面，即供给端加强了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干预，加剧了资本错配。所以在那些年出现地方政府和平台的债务有增无减，强化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因政府干预遭受经营困难，全要素生产力出现了持续恶化的趋势。直到2022年底，政府才重新校正发展思路。然而，中国整体的社会预期由于过去这些年的政策剧烈改变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已经转入负面，再想简单的通过政策调整已经不起作用。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信心到现在仍然起不来的根源。2025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一个最大的变数和不利因素，也就是特朗普的关税战。这个文章它罗列了从2013年到2025年中国 CPI 目标与实际涨幅。你比如说2013年目标是 3.5%， 但实际涨幅是 2.7%。 2015年一直到2019年这个5年目标都是 3%， 但是最好的是2019年 2.9%， 就是还差那么一点点，剩下的都是只有 1.6%、1.5%。那么2020年目标是 3.5%， 实际上只有 2.5%。 那最离奇的就是23年、24年、25年目标都是 3%， 实际上完成是 0.2%、0%。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老说的从23年开始咱们老说这个每个人感觉到越来越难了。你看看 CPI 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是吧？是不是这几年越来越难，一年比一年难，失业加剧，大家更不敢消费，玩命存钱，从 CPI 这儿就能看出来。说实话，这组数据透露出令人窒息的警醒。除2019年勉强接近目标外，70年份实际涨幅始终在目标线下方徘徊，尤其是2021年 CPI 涨幅是断崖式下跌，从 0.9% 一路滑向 0%， 与我们定的 3% 的目标是渐行渐远。2025年政府主动将目标下调至 2% 左右，但即便如此，实际涨幅依然交出了0分答卷。这不是目标设定过于乐观，而是经济运行逻辑出了问题。国家“15+5”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世锦尖锐地指出他说我们陷入了一个越刺激越疲软的怪圈。数据不会说谎，说2008年以来广义货币 M2 持续跑赢名义 GDP， 到2024年 M2 已经超过313万亿元，是当年名义 GDP 的 2.3 倍。财政政策同样是火力全开。2008年到202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年均增速 10.2%， 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年均增长 11.6%， 政府投资显著快于全社会的投资。你看政府变成火车头政府来拉动嘛，它投的更多按照凯恩斯主义逻辑这些刺激应该转化为旺盛的需求，但现实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不能完全替代。刺激投资短期内确实拉动了钢筋水泥的需求，但项目一旦建成，这部分需求就戛然而止。与此同时，新建成的厂房形成新产能，供给进一步扩大，本就疲软的最终需求更难消化。也就是产能你越投资产能越大，产能越大，那这边消费不旺，对吧？那不就变成产能过剩吗？过剩怎么办？那就降价呀，恶性循环。为了应对下行而刺激投资，投资呢又带来新产能，而这个新产能的需求难以消化，就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呢，经济进一步下行，进一步下行的再刺激，就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过去12年的 CPI 目标失守，正是这一循环的镜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报告中指出，他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日益面临内外部失衡的挑战，国内需求长时间疲软，可能导致通缩压力长期持续，而出口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能力可能减弱。世界银行2025年报告强调，房地产大幅萎缩是经济承压的直接原因。2021年房地产行业强力降杠杆政策，带来房地产投资连续3年10%左右的负增长。
直接效应是将 GDP 增长率每年拉低 1.5个百分点，再加上其广泛的间接影响，包括上下游企业和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以及房价大幅下降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这个世界银行他认为房地产的急速下行每年拉低了中国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甚至更多。这个他认为说这个口罩后这2年中国经济的低迷主要就是房地产行业去杠杆的宏观后果，而不是什么结构性的原因。同时消费者和市场主体的信心不足，既是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持续下行的结果。通缩时间越长，信心就越不足，经济也就越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超常规的宏观政策来打破这种负循环。彭博社2025年分析显示，中国实际感受到的通缩程度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更为明显，日用商品价格暴跌，亏损企业的比例达到25年来最高水平。中国已陷入通缩螺旋。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通缩迈入第3年或已陷入通缩螺旋。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通缩的处理会更麻烦曲折，甚至在通缩的世界里会出现一系列反直觉的悖论，比如个体越节俭越勤勉，价格调整越灵活，整个经济体不会更好，而是会更加深陷通缩的泥潭。按照我们这个通俗的话讲大家都是勒紧裤带过日子，能不花的坚决不花，那谁挣谁的钱呢？全靠出口，出口现在万一在承受压力，你还怎么办？投资呢？这个投资你越投产能越大，刚才已经说过了产能过剩，降价不更通缩吗？那归根结底还是需求侧疲软，内需不足。需求侧疲软是通缩的核心根源。2026年两会设定的 GDP 目标 4.5% 到 5%， 但实现难度不小。房地产危机持续发酵，房价下跌导致居民财富缩水，消费信心指数徘徊在低位。出口作为传统的增长引擎，也面临全球贸易壁垒和地缘政治风险，如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内需不振叠加外部不确定性，使经济复苏步履维艰。结构性问题突出，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创新转型滞后，高科技产业虽有进展，但传统制造业过剩产能难以消化。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新能源汽车这个我们如果开动马力就现在的这些生产线，每年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可以是全世界销量的2倍。那也就是说你要开足马力的话，你只能往火星卖就这么残酷。说债务水平高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超过60万亿元，限制了财政刺激空间。央行虽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但合理的价格回升目标难及预期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增大，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的财富效应减弱，都抑制了消费意愿。这个春节农历新年效应虽推高了食品和服务价格，比如说旅游、餐饮，但核心 CPI 就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仅上涨 0.8%， 显示出非季节性需求依然疲软。国际媒体如路透社和 CNBC 分析称，这种弱通胀状态可能延续，源于疫情后遗症、人口老龄化和高债务水平，这些因素共同拖累了内需恢复。彭博经济研究以及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表示衡量整体经济价格的广义指标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平减指数目前已经连续5个季度下跌，这将是1993年有数据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缩。这个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提及工资下降证据时表示他说我们肯定处在通缩中，可能正在经历通缩的第2阶段。他说日本的经验表明通缩拖得越久，为了打破债务通缩的挑战，中国最终所需要的刺激措施会越多，也就是你药还得加量。中国面临的危险在于，鉴于家庭可能会因工资下降而缩减开支，勒紧裤带越勒越紧或者由于预期价格会进一步下跌而推迟购买，通缩可能会陷入滚雪球效应。这个房地产这个就非常明显，因为大家都觉得房价还要跌，我为什么着急买呢？等着它跌吧，你越不买它不越跌吗？就变成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其他的也一样你想想吧，那个宝马5系跟它最贵的时候恐怕得腰斩了，价格已经腰斩差不多吧。前几天咱们节目也介绍过，企业收入将受到影响，从而抑制投资，导致进一步降薪和裁员。
家庭和企业陷入破产。民间调查显示，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财新智库和数联名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政府支持的经济领域，例如电动汽车制造和可再生能源，8月份入职工资较2022年峰值下降了10%。这个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这都是国家扶持的，现在正当红榨汁机行业，连这个工资都下降了10%。那你说其他传统行业呢？对吧？在苦苦挣扎的。中国经济自去年以来一直备受通货紧缩的困扰，如今最新迹象显示，中国正在步入螺旋式通缩，这可能会让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前景恶化，引发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政策行动的呼声。就是今天公布的这个数据证实，在收入下滑之际，除食品价格外，经济中大部分领域的消费价格几无增长。那么刚才说的叫供给侧失衡，就是产能过剩导致的价格战。 PPI 的持续负增长则更令人担忧，这是自2022年以来连续第40个月通缩，标志着工业部门的价格压力巨大。尽管降幅收窄，但负 0.9 的水平仍反映出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低下，原材料价格波动，比如能源大宗产品价格在涨，但是你企业产品涨价不行，消费者不认，所以呢，企业的利润是不是就吞噬掉了吗？全球需求放缓，导致工厂出厂价格难以回升。很多媒体报道部分工厂因新年假期关闭超过2周，进一步加剧生产中断，暴露中小企业生存困境。有很多人春节结束一回去之后，发现厂子没了，对吧？有的上班第一天接到裁员通知，有的全部企业，对吧？整个企业整个集团西岗。虽然政府将这个产能过剩问题归咎于内卷，也就是去年6月份咱们叫反内卷嘛，就是无序的国内竞争。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迫使企业维持价格稳定，并指示地方政府削减补贴来遏制这种现象。起初说中国年龄更大的评论人士对内卷这个概念不以为然，称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症状。也有很多人认为内卷是好事嘛，对吧？竞争，对吧？价格越便宜，消费者得利。但是从整个经济来说，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当然了，这个不是单方面原因因为这个我认为这个是货币流动财富的流动出现问题了，本来应该流向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者没拿到，他没钱消费，这不就问题来了吗？到2024年时，中国的制造商们大量出现亏损，以极低价格出口国内的滞销商品，以至于美国和欧洲不得不加征关税来阻止这些商品的涌入。政府认为问题的根源不是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的根源在于破坏性的或内卷式的国内竞争。2024年7月，政府首次把治理内卷式恶性竞争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政府在5个月后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承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个在去年，对吧？工信部反内卷，咱们节目也介绍过。那好多人就说了，那这一套美西方是怎么解决的呢？实际上美西方很简单它叫市场化，让市场配置其主要作用。在美国，通过减少产量、收回信贷就是贷款以及让公司破产，市场能解决供应过剩的问题，就是出清。但是在我们这儿这一套不行，监管机构按照传统治理方式行事，约谈汽车制造商，约谈银行、水泥生产商以及电商平台，警告他们不要过度降价。政府也在修订价格监管规定，以防止被官方媒体，比如说《黄金时报》称为疯狂式的竞争。政府还向地方官员们发出信号，叫他们不要为亏损的地方企业提供帮助。但是这类干预措施往往收效短暂，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咱们介绍过。因为地方政府它面临的是 GDP、就业，对吧？这些 KPI 人家要完成，那地方也要 GDP 现在各个地方是评论什么万亿城市，对吧？那你 GDP 要达到1万亿怎么办？不就是投资吗？把那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厂商叫了，在这儿开厂，恨不得让特斯拉的也过来在我这儿办个厂。这地方政府就这么想的。好，那你比亚迪能在深圳、能在西安办厂，那你也能在我这儿合肥办厂，对吧？也能在济南办厂，我给你政策，对吧？给你土地，我给你税收优惠。那你说比亚迪全国各地到处办厂，它的产能它能不这个叫过剩吗？比亚迪不来，那我蔚来它来对吧？蔚来不来，理想
总之我得找一个来，我给他政策，因为我也要解决就业啊，我也要解决这个 GDP， 我这 GDP 增速慢了，你的政绩就不行啊，这就是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甚至出现很多这个新能源汽车已经破产了，被市场淘汰了，结果过2年它改头换面它又活了，这是地方政府救的也就是说你凭什么让我这儿停产，对吧？你要压降产能，你压降深圳的，你压降上海的，你为什么压降我这个？我这地方本来就穷，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所以它无解，对吧？我这边也是贷款的钱投的这个产线生产线，你让我停掉，这贷款谁还？怎么还？这地方债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说你怎么解决？解决不了。摩根士丹利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因为路径依赖的原因，将继续在供给端发力。你看，也就是对吧？你越限制各个地方，它产能越多，产能一多它就降价嘛，从而加剧当下的产能过剩和价格通缩螺旋。所以这里面就要说到这个叫政策失灵，刺激措施的局限性，就是咱们虽然采取了很多刺激措施对吧？消费券什么以旧换新，但是你发现这个好像没起什么作用，这叫失灵吗？理论上本来是起作用的，对吧？结果它没起作用，就叫失灵。政策失灵是通缩持续的原因之一。凯恩斯曾用推绳子比喻货币政策的局限，就是你可以拉动经济，就是通缩政策抑制过热，但很难推动经济。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利率已降至低位，企业不愿意借贷，居民不愿意消费，多发货币只会变成躺在银行账上的超额准备金。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那个 M2 发的越来越多，但有什么用呢？这个咱们的消费贷是越来越低，是吧？消费贷现在贴息财政贴息的就是想让你贷款消费。这个经营贷利息也很低，但是大家还是不贷，除了炒房的企业不愿意贷款，居民是在降杠杆，玩命的还贷款。所以说这个 M2 突破313万亿，这些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循环，而是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催生金融资产泡沫，而非物价上涨。传统观点认为，政府投资会挤入民间投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政府修路带动周边商业发展，但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政府投资更多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借债推高利率和要素价格，挤压民间投资空间。政府项目完工后形成新产能，加剧供过于求。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策调整严重滞后于结构变化。当2010年之后人口红利消退，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全球化逆转时，政策思维仍停留在投资驱动的旧模式中。那这个当然也有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也加剧了咱们这个消费低迷，全球化逆转与贸易摩擦。2018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深度嵌入全球化，通过出口导向型生产实现高速增长。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通过立法压制对华贸易，实施技术封锁、有案外包等政策。我记得当时一个比较时髦的提法叫中国加一嘛，就是全球的供应链都搞中国加一的这个模式，通俗点就搞个备胎，在中国继续对吧保留供应链，然后在外面在中国之外再搞一个备胎，那还是算好的后来直接就转走了，备胎就转正了。数据触目惊心，2013年到2017年，中国年均就是跨国公司新建项目703亿美元，而2019年到2024年这一数字骤降到386亿美元，就是降了一半。202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降至1162亿美元，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学者指出脱钩不仅带来结构调整的暂时成本，还导致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下降的永久性成本。这意味着维持高增长需要更高的代价，尤其是更高比例的投资。但问题在于，当外需这架马车熄火，内需未能及时顶上，增长的压力全部压在投资身上，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恰恰是导致消费低迷的结构性原因。这就是当前困境的症结所在，这就是叫恐怖螺旋、恶性循环。当然了，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咱们刚才说了这种恐怖螺旋、恶性循环，但是归根结底是你有个地方堵住了。什么地方堵住了呢？实际上就是分配不公，民生短板，对吧？该流向韭菜的钱它没有流向韭菜，这个在房地产这一块非常明显。因为我是过来人呢，从2000年开始，你在北京你的平均工资是多少？那时候房价才多少？25年过去了，或者是20年吧，咱们说2021年这个房地产拐点那个时候房价是涨了多少倍？
而韭菜的工资才涨多少，对吧？房价涨了10几倍、20倍，但是工资恐怕也只涨了几倍，那这个就脱节了。这一脱节，你怎么能持久呢？那消费当然低迷啊。中国消费领域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消费率，也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啊，长期偏低，但消费增长率长期名列世界前茅。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在153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啊81%，英国83%，也低于周边发展中经济体，比如越南是63.4%，马来西亚是72.4%，而我们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9%，世界平均水平是56.5%，也就是我们跟谁比都比不上。但另一方面，2014年到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增长率平均6.4%，世界排名第7；1990年到2023年，平均是8.1%，世界排名第5。居民消费增长率同样位居世界前列。这种高增长低占比的矛盾，关键在于投资率过高。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居民消费啊，就个人而言，我们的消费增长是在全球排第7，好的时候排第5，但是我们的消费的这个占 GDP 的比例呢，也在全球排最低。就我倒是觉得这反而凸显啊牛马韭菜的压力更大。我国投资率太高，把消费率比下去了。在 GDP 总量稳定的情况下，消费与投资此消彼长。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生产组织国，因外资流入而投资率抬升，消费率压低；美国作为资本输出国，因境外利润汇回而投资率压低，消费率抬升。这就意味着啊，他说所谓的消费不足，根源不在消费本身，而在投资过度。与国际对比啊，我国公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3项民生支出仅占 GDP 的13.9%，就不到14%，而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是23.5%，高出近10个百分点。也就是用在民生上面的这个占比，你看又低了，低于平均水平10个点呢，这是开玩笑的。关键的啊，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 GDP 的9.7%，将近10%，是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世界经合组织啊，就是行政管理费用只有5%，你看看咱们的钱花哪儿了？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达到5.7%，也显著高于经合组织国家2.5%这个平均水平。这种重投资轻民生的支出结构，直接导致2个后果：一是钱流向了钢筋水泥，而非老百姓的口袋；二是老百姓因缺乏社会保障而不敢花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M2 发了这么多 CPI 却纹丝不动，钱根本没有流进消费环节，而是在政府和国企的投资闭环中空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近年来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长幅度最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带动了总消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对于拥有多套房产、金融资产丰厚的富裕人群增加一单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远低于中低收入群体。他们可能购买更多的奢侈品、海外旅行，但这些高端消费在国内 CPI 篮子中权重有限。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前景不明朗时，高收入群体同样会选择现金为王。所谓有钱人不花钱，并非他们没钱，而是缺乏消费意愿，投资渠道收窄，房产贬值预期，子女教育内卷，都让他们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而非投入消费。而真正支撑日常消费的中产群体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中产现在在返贫，他还消费啥呀？研究显示啊，居住类支出和集体消费型支出占比较高，医疗、教育、养老等消费稳定占据家庭总支出的20%左右。这些刚性支出严重挤压了其他消费，一套房贷月供，一个孩子的补习班，4位老人的医疗储备。当中产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被这些硬支出占满时，他们能省则省掉的是餐饮、娱乐、服饰这些计入 CPI 的消费项目。而农村老人、城市灵活就业者、低收入农民工这些群体有着最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给他们100元，他们可能愿意花这95元买生活必需品。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这100元。2023年城镇就业人员 4.7 亿，纳入失业保险的仅 2.4 亿，一半城镇就业者失业后没有保障，约1亿城镇就业者未被纳入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2.3 亿人未被纳入失业保险，还有 2. 几亿的叫灵活就业人员。这些人的生活极不稳定，处于高风险中，
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文章最后说啊，12年的数据证明 CPI 低迷不是偶然，而是投资驱动模式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当富裕阶层的钱在银行账户里沉睡，当低收入群体的手在口袋里摸索，就是兜比脸还干净啊。当中间阶层被房贷、教育、医疗压得喘不过气，任何忽视收入分配和民生保障的刺激政策都注定是徒劳。CPI 从来不是 CPI， 它是经济温度计，更是民生的寒暑表。但这个数字连续多年不及格，我们需要的不是下调目标自欺欺人，而是彻底反思钱去哪里了，谁真正需要钱，怎样才能让钱流进该去的地方。答案或许就藏在罗斯福80多年前的智慧里，叫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是这个传导机制啊出问题了，分配机制，对吧？你这个本来这个钱流向更多的牛马和韭菜，但是他却去了别的地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怎么救都没用。你越放水，越出现这个上海的豪宅30万一平的，2个亿的房子日光，然后呢牛马买个100万的房子，还在那儿左思量右思量，七大姑八大姨借钱还不敢买。明明牛马很努力，对吧？明明牛马一天都不敢歇，都不敢喘口气，但是牛马是越来越累，这是为什么？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啊，还是分配还是分配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